我全世界未見過個變態嘅女人，係都揸唔到位坐，人哋差唔多撲死仲話人哋，係咪人哋撞到佢？係啊，我今晚死，你長命百歲啊，同狗瞓啦你，長命百歲同狗瞓你，仆街閪，你仆街閪，死啊快啲啦！好嘈啦，聽一句啦，大家用下啦，黐住嘅聖人，你又唔係整到佢喺度話人，大家用下。我係你，我係你嘅消氣筒，關你咩事啊？死啊快啲你！我都冇意思你正常就唔會咁樣話人啦，你真係唔正常，就係唔正常嘅變態，又唔睇得人哋，自己有得坐坐得舒服啊！係啊點啊？死咗個人你，嗱睇就遲早去仆街啦你，咁話人。日日搭地鐵，你究竟係睇緊新聞定係睇緊真人 show？港鐵呢個舞台最近又上演咗一場 MMA 級數嘅口水大戰。但我想問一句，喺鏡頭面前嘈到拆天，究竟係真情流露壓力爆煲，定係學緊何太搏緊出位想做下一個世界網紅？好，主角登場。首先係機關槍大媽 A， 戰鬥力滿格，全程輸出冇停口，鬧人嘅詞語豐富到可以出本書。網民有句金句，話喺女人身上真係學到好多鬧人嘅新詞語。睇嚟呢位大媽 A 就係活生生嘅教科書。跟住係對手小學雞絲奶 B， 佢嘅應對方式簡直係行為藝術。面對大媽 A 嘅獨奏攻擊，例如長命百歲同狗瞓，佢竟然使出失傳絕學，單雙手輪流掩耳神功，再配以抵死抵死抵死無限 loop， 精神攻擊力極高。成件事嘅報警版就係一班食花生嘅乘客，而最畫龍點睛嘅係一位冇入鏡嘅佛系勸交大叔，佢把聲細到好似蚊飛，溫柔咁講少得一句啦，大家讓下啦。結果梗係被大媽 A 一句關你茄事啊，直接 KO。正所謂爛佬怕潑婦，有時男人喺呢啲場合收聲，可能真係最好嘅自保方式。成場大戰由爭位開始，到互相問候家人，再到詛咒對方，最後喺下一站屯門嘅廣播聲中，好似配樂咁繼續上演。網民形容得最好，呢個係一場免費公演。雖然有人話好煩，但身體最誠實，條片一樣睇到尾。好啦，花生食完，翻嚟我哋開頭個問題，佢哋究竟係真情流露定係搏出位？有種講法叫表演式憤怒。當你知道有人拍緊你，你嘅反應會唔會不自覺咁誇張咗？為咗喺呢場對決中唔輸蝕，為咗喺鏡頭面前攞翻個美彩，將所有嘢推到最盡。喺呢個人人都想靠15秒短片成名，流量就係王道嘅年代，一場精心計算或者失控嘅鬧交，可能真係一條上位嘅捷徑。以前我哋話搏上報，而家係搏上 Threads， 搏上 IG。下次你喺地鐵見到人嘈交，你會舉機拍攝，定係默默行開？你又點分得清邊個係真癲，邊個係假傻？情報分析完畢，將呢條片 share 俾你日日搭地鐵嘅朋友，提佢哋帶定耳塞同花生。